音乐剧《生命中最美好的5分钟》4月底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登场。该剧导演梁志明高丽特别带领男女主角蔡明佑、郭靖来到台南宣传。音乐剧从头到尾大概有20首不同的歌曲，然后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，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好听。那每一首歌都歌的音乐都很好听，而且都很有戏。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来欣赏的这样一个点。郭靖表示，巡回首站来到台南，是用一种归零的心态来演出。台北场4场演出演完之后，有一种，我现在有一种归零的感觉。对，因为那4场真的是那个发条是拴得很紧的，没有松开的一刻。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接受这么应该算恐怖吗？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的表演的这样子的变，就是你要4场连续的演出。所以其实但是很奇怪的是，身体的疲惫感没有那么严重，对，但是就是整个专注力啊，以及身体的，你知道那叫什么肾上腺素，会一直持续在很嗨的状态。为了演好中学生的角色，蔡明佑特别走去学校周边，观察各中生拢会有啥物行为表现，就是希望会当呈现好青春的角色。校门口跟他们围墙旁边偷偷的去观察，就是现在国中生他们的行为举止是什么。然后包括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片段，其实我有一个小动作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我有把衣服这样拉，然后去扇他的动作。就其实这个也是我在那时候做功课的时候有找到的点，对，就是其实国中生因为可能上体育课嘛，我穿的又是体育服，所以其实那个青春的躁动跟燥热。生命中最美好的5分钟，4月24日5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登场。喜爱郭靖、蔡明佑以及音乐剧观众朋友，千万唔通错过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